江山望佛百姓，명해산강 타이 태우야 측양天空模粉模样，乃神梦做英雄，强雄树脚脚头，蓝蓝烟头下，繁星随插脚他，地比天头。祖宗建初救建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何云泰，离开罗检处，我来到罗天面上班。按照我处理一件在罗检处的事件，同时处理过的保全员申诉案，也在保全员按做邓财信。我记得内容是因为管辖范围的疑虑。老其他验尸送来送去，邓在新嘅案呢，清明含黑冇处理黑冇，冇经用要过老死嘞。协助邓妈妈老保全公司求送嘅高长度，我层层感受到劳基法第84之1条冇合理嘅地方，不过我要伫也爱修法，唔要劳检处做得极天嘅，不过。主管机关做的做的是，很个生意会从行成功。在指定适用第84之条的时间，为祈祷保护劳工的立场，唔好扩大解释，创造模糊空间，损害劳工的权益。希望注重审查劳工权益的主管机关，唔好按官僚、无本制度法条特施时，对超过劳的人，真经用心。了解其条的处境，改变体制真困难的，唔要对抗压迫者，是无所不在的敌意。根本日罗天面老邓财经家属会计诈费，看起来会老劳检处带来损害。本来老主总很有条白的同事，主变做对立者。不过我真经知道，嗲条看似对立的冲突。就会味道凸显制度不公。作为一个公务员，从头唔了解自家创作的压迫，也唔会发现自家困用在结构体制的暴力中。清明用爱多胆谏言，希望主众汉拜做的带点大家产生自觉，意识到法条制度对劳工的压迫，唔中过做得帮助劳工的机会。迄讲有机会，应该劳劳工团体里应外合，强化维护劳工权益，提升大家的劳动意识。我相信安用，应该社会听说做的改变，何英泰更起。没想到这个何英泰居然跑去劳提盟上班，还说什么斗胆谏言，这小子还是一样讨人厌。
哎，小叶，你来一下。好。组长，什么事？这个乐成电子杨姓工程师过劳死的案子，不是这个月应该要结案了吗？怎么还摆在我桌上？哦，家属拒检了杨先生进出公司的打卡记录，看起来上下班都很正常，没有什么超时的问题。不过家属就一直坚持杨先生每天都有加班工作，我这边也查不到一些其他的证据。你难道不知道有一些公司会打2张卡吗？家属不懂，你也跟着被骗吗？我们是劳工权益的主管机关，你有没有站在劳工的立场来想呢？像这样子的电子业，有一些还有操作机器的记录表，有一些还有无尘室的刷卡表，这些你都查了吗？报告，没有。那还不赶快过去查！是，我知道了。哦，啱啦，人嚟做開啊！大姐啊，謝公佬係本來平板屋啊。唔可以啊，我喺這裡吃飯。這是喝茶。哦，來。啊，啱啦，坐地。當我係要報嘅。呢個係要。要啊。水區蝦。什麼啊？唔可以啊。谢啊你，你真的真离谱哎！上台去叫就按到东西，还有啊，按太太弟兄，买一个要做乜嘅啊？莫按太上好冇？我冇上本你上过吃到，我请洗法7号乱4千。你求黑啊 ？No，sản夫保養品做係我對我自己投資啊，重點係一個啦。重點係手裏上嘅滾看起來，又來演到又來面的啦。我拜都唔好讓我跌下啦，我讓我吹下哈。王醫生，我講每一拜哦，唔正經對佢冇 feel 吼。我係講幾多拜啊？我對牙膏有乜嘅 feel 啊？唔似變態。正經哦，正經。確定哦，確定。按呢，我就做得安心咩？萬一漢拜我變做牙嫂，人哋感情就更上一層樓呢。錯嘅，等一下你冇上炒。用啊？一個人真嘅冇神經呢。當然係啦，牙嫂也就係我本吃咗幾飛啊。李雄哥，還有幾多？需要掉啊。李雄哥，太深呢，我嘅東西太多誒。唔可以啊，你醫生朋友咩？喂。李雄哥，你有興趣開暗戲嘅？唔可以嘅。因為我還有資料看，我啲朋友變數，哎呀，同多事情可以做啦。你在政府裏面，你可唔可以給資料呢？那你作為資格不封片啦，唔好先生好記天數真理哦。那你錯冇？就錯啦，你上個講冇錯，強下來天數啦。好啊，強下來天數啊。李雄哥，拍攝啦，很麻煩天數做一種事。唔可以啦，嗰陣時喺西拉做行較好。李雄哥，你真經so sweet呢。錯誒，醫生，我下去買兩個冇。喂，唔追走啊？即係走開我買。
唔是啦，妈嘅事情做麻烦你上哥，太细啦。医生，喊起你去啦。好啊，你硬去，你上哥，我等下就上来啊。김公也没有吃饱呢。阿孙的也还做个前头副官，就同佢也让人穷用，方方正正。那算你怎么给啊？何英泰有什么好看？医生，你上哥？真来啊？嗯。嚟多去視察。唔等今日下來啊？查唔了萬人，危險唔查。哦。唔一定嚟視察過來。嗯。同冯姨說聲，能你常請我吃飯。拜拜。對。好。謝啊你，剛發生乜嘅事啊？媽嘅事做冇發生，唔點哦？牙你上個係假，假媽嘅假啦，唔好亂講啦，牙唔好亂講。周仔。安志生誒，你上個。唔好呀。生意唔好很多。而家喺西門一件呢，外地啊不方便，那你們還要等醫生啊？其實槍仔挨會很多喎，很好啊。講係咧，唔點哦？你出去壓力上高出國，冇方便老挨單獨啲見度，講誒，佢就千件事佢都會等轉啦，我對唔掉，佢咪冇掉安尼啦喎，冇想到佢慢慢瘋狂嚟講，佢寫視察好誒，你冇知道佢千奇怪係，冇奇怪啊，你上個就係亞洲人啊，細細時節，佢就安尼又禮貌又順順啊，依家閃慢腰，佢最多挨咗自家。唔過一對係一種紙片冇 feel 嘅，唔係寫冇笑起嘅。你要笑出你不這份灰毛啊？唔笑。剛才問女英雄手裏上個搞過女朋友冇？你怎生氣了？你想冇聽你講過誒？那就錯嚟啊！愛人輸呀，手裏上100%係嘅。gay 嗎？個 gay 啦，孫孫，記得你係 gay 後啊。今天如果他去彩虹大遊行的話，我也一定會陪着他，因為他永遠是我的家人啊。我哪次我可能係牙傻啊？踩來，我先送了。哎呦，我無人嘅講嘅紙片嘅牙傻，自己聽到杯。聽咗注意安全啦！哎，飲料啦，整死我了！而家朋友壓力吼，有啲麻煩。我講啊，佢嗰種一見鍾情、談戀愛，有啲咁啲影響冇？
低啊。你看就低耶。提出来哦，爱上东上西啊。不过其实另外一个方面，刚下张老会讲其迄。乜嘅咯？對這一幕嘅無興之男人演出嘛？唔咩啦，反正吼，佢就愛上東上西啊，挨東江基本唔偏，希望佢下擺前面條路冇問題走錯。咁多條路，總算真到稻田命上班咧。也沒冇想到，雖然係老硬不卡，日本領導改變心意，不過唔少嘅條路就有事情啊，唔是俾我先講到。長安埔啊，我大部分生日，就係老田門的理事長啊。不過我情況都還有點不安。當時我老何英太叫我應一份條路，咁我請我13年，冇想到生日，所以就決定我2-3年叫他6次，使用佢請佢調試，去吃我對理由聽聽。你就何英太，你乜嘢咯？我冇攞人講過佢啊。基本上哦，佢就係一個反強下的怪人，其他人好強力哦，都有偏的地步，唔知嘛？夾攀工作，冇辦事成灰，強力都發勁，係啊。最後買嘅東西啊，佢全部都做有固定嘅位嘅，買嘅東西唔變態咧，佢做啲哦。重點是啊，他還隨身帶口罩，還有一個濕紙巾。送拜啊，我老佢去是路邊攤，佢老係講。你知道嗎？路邊攤的桌子比馬桶蓋還髒100倍。怪人！我東江頭家聽到，我出來打佢呢。還有啊，佢哦。等起來，唔對呢個形態。唔猜意哦，冇啦，我老佢哦，係完全兩個世界嘅人。點解講到佢啊？反正哦，我總算做得種老天們做事，咩唔是小情頭嘅事情啊。見工啊，幹咩？人做的啊，我望到新嘅律師事務所上班呢。上班條路啊？拄到條擺嘅學長，佢自家出來抗議，佢前來跟我打票。那個學長老唔搞錢，懂好哦，談起來唔會吵。我到新嘅條路過後。我行開3萬嘅，結果做咗成績，我用賬戶自己。自己？用乜嘅自己？結束啦，同時我兩題。兩題微波之後呀，吃寬啦。
清茶呀，硬的茶明明很好诶。也唔是硬的茶诶，是硬茶诶。硬的茶诶。对呀，你之前没讲吗？为了阿生的事情哦，就蛮难一走。两个人就专用我里面的呀，有多摆吼，还方便呐。种种来讲，你要去多摆时，养老养老台家，古时候就买头多摆不易，伢妹吼，你做得起。爸，你做嘛该对俺暗好啊？唔免讲对人好听呐，买了多摆吼，伢妹妹出一半的钱呢，伢妹最好是好眼听呐，其实嘛该咩老人想我好啊。俺爹啊，等俺梁一峰也去办掉。嘛该办吧，这个赚的钱哦，这个空余了。这，你真年轻好命呢，俺艺术我都买，还想去个打工买诶。你讲该嘛该发哈，伢这吼，高中开始哦就半工半读啦，赚的钱还要拿出来呢，跟你呢，高中人还读4年，太好吼，那还有200啦，你点解发给身上的钱发的多一点？公模式。自家财，自家出。哎呦，哎，可自动扫描侦测环境，并计算出最佳的打扫路径，自动规律打扫，提高清洁效率。奇怪了，为什么我没有心动的感觉？以前只要新产品一推出，我就会很开心的啊。难道我对高科技家电失去了兴趣？我变了，为什么我变了？难道是因为他？何英泰，你在忙啊？我喺中路店面上班呢。乃迪，硬要查嘅，聽講嘅愛牙上路咗唔嘛？先怎么了？帮我顾好我的牌子。牌子？哎，先。先，你怎么了？谢谢。不是，你先冷静听我说好不好？学妹那一天只是跟我出去吃饭，宜兰民宿那天有很多人一起去，不是只有我跟学妹2个人好吗？对，真的。好，我现在要上班，我们见面再说好不好？好，那你先等我一下，我先接个电话。喂，老丁问你好。家己点是唔点？看到人要宣传单啊，讲昨日大天发过来的嘛，真嘅昨日大天发过来。先生，请问唔系识水嘅？嘛该识酒醉，唔识酒醉。哎，就系分解两人啊，
咩都爱叽叽，无干无实，凄凄惨惨哦，咱们使酒的啦。哎呦，你唔知哦，睇到你咯，记有输的对吧？哎，你有想调查吼，记得样的无良心嘛？吼，老有讲啊，该吼，该你的田啊，哟，该你条东啦，该下来哦，去到该哦，本一条晒到哦，哎呦，强要不杀你嘛？吼，该人田哦，风哦，咻吹下来，哎，人头啊，我抓有，我有在听。那你跟你男朋友出去的时候，我有说什么吗？没有说什么嘛，说好彼此都有交我的空间，见面开心就好啊。你好，我真的不跟你讲话了，我真的要上班了，我们见面再说好不好？好，先这样，拜拜。同學帶來啊？誰沒朋友啦？嚇？唔家唔係講叫識咧朋友？錯啊，你話佢好奇怪嘅。當然奇怪啊！唔老有識咧朋友，佢死妹嚟強下。蘇美芝，也同正常好無？另外朋友做下嘢啊，彈鋼琴，唔會踏實對方。愛死嘅，哪有真爽啊？哦爸爸。蘇美芝，你聽到實體啦，我記得你冇講馬雞啊。係黑拿露台，聽說會本來大戲啊！天發迄種誒，做乜叫冇掛好 ？Shit！ 喂，記切睇睇。乜你到來？手一個阿伯打來講馬雞派報信用誒。不過佢種洗酒水，我什麼朋友都會別個鬧，我想講等一下真通結講啊！我死！啲司機粉絲冇愛係冇？哦，往嚟個死你條嘅哦，係咁按照。哎，醫生，本人轉來，冇錯嘅時間，係每本日就狗毛子看戲，周伯成。哎，呀哈唔轉來，但就有盤咧。韓伯，我講數唔知，技術自高哎。公媽嘅自高，我搶天數嘅提防韓東多。啊，這樣啊？哦，唔知啊，冇看到佢。哦，何英太咧？佢要打電話，講陸豐有事情，我喊佢到。哦，應該係食菜啦。重安部啊，俺問佢，我順路再見嘛。其實俺句話不需用，不需要就不需要。他說不需用，好啊，不需用就不需用啊。俺就唔想提醒佢，查條附近啲嘅長路，只要成聽咗會食茶。不過以前唔係食茶，佢講佢填嘅舉牌員去醫院咯。係啊。请问这里是楼梯魔吗？不好意思哎，我这样自己跑来，我叫达爱。请问今天来有什么事情？方便先跟我说吗？谢谢。我是为我哥哥的事情来的，看有没有办法解决。我和我哥不用10几岁就从台东上来台北工作，我们一直都是做板模水泥。最近我哥去跟了一个工班，结果做没多久，上个礼拜就在工地摔伤，医生说是右脚粉碎性骨折。半年以上没办法工作，工头是有来了，包了7000块的红包，就把全部的责任都推卸掉。他们就这样不管我哥死活，半年以上没办法工作，我哥还有他2个孩子，还有嫂嫂，怎么办？
我自己也有家庭要顾啊。我真的好气，我希望包商还有工头能够出来替我哥的事情负责。你们劳体盟能为我哥想想办法吗？一般啊，工人在工地受伤都可以申请职灾补偿，这个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哎。没关系，那这就交给我们会帮你准备书面资料，向公部门申请职灾补偿。你们工头规避责任的问题，我们也会去协调啊。可是，那要多少钱？我和我哥都没什么钱呢。我们是义务帮忙，钱的部分你不用担心。麻烦你把你哥的基本资料和联络方式写下来，如果后续有发展的话，我们会主动联系你的。我老婆还说没有人会帮我们，谢谢，真的太谢谢你们了。不用客气了。弄到你是个蓝领阶级之问题，经济逻辑法伫做这个世界错上，不管会骂人嘅唔错，就家做爱负起职灾补偿的责任嘛。大海就会亚中老公。苏明记，刚才写因讲起老公提供职灾补偿的事情，你去家去？好啦，应该唔好啊。提嘅供应都会写来的，还有人让人听下去较好啊。无前顶好爱上课，也爱去劳教，生涯都唔记去哪？希望你电影台来，怎听下去啊？唔是啦，迄讲可以睇起来银行报复记咧。我迄带点生意，迄老公头讲，你是小，应该冇问题。安尼哦，希望你去搞生意哦。好，跟我来去哦。我生意哦。谢谢林总，那以后就请您多多照顾我们家肖立祥了。今天见到你，才知道以前对你的那些传言完全不可信。年轻人，加油！我很看好你。谢谢林总，我一定尽全力。哎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好，下次有时间让我请您吃饭。好，慢走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再见。好，李总，下次见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再见。什么种建议带出来见大家夫？唔应该怎么带人出来见客户嘛？遇到就让人生拍啊！之前冇俾我们继续花，都已经上海太太咧。什么种？唔是什么爱，现在做得有限，三下来反省就可能一家咧。唔可以第一张嘢因为寻到新的客户，能够打赢一场官司，来证明那个侵占掉的历史，对吗？对的。还有。咱兄弟做位置的吼，你讲，你这话呢，有做，不打嘛吼，做位置这个生意啊，好，咁下杯咧，下杯空了，哎，小姐，这里是工地，你在干什么？不要拍照啊！不好意思哦。你好，我是劳体盟王一晨，请问工头在吗？今天来是想要跟他商量一下有关于笔友受伤的事情。所以那个举牌员没事了吗？他因为血尿需要住院观察几天，他也很担心，因为生病没有办法继续工作了。其实举牌员是非常弱势的一群，工作环境危险，派报社给的薪水又不高，工作条件也很苛刻。我也有听他说过有许多非常不合理的事情。
我每天就是要站8小时啊，1小时休息10分钟，好像是有休息，可是人家督察又来，看见你不在位置上，或者是你牌子不见了，牌子损坏了，这都要扣薪水。就算是站在路边，如果生病了、中暑了，甚至是发生车祸，派报社也不会理，更不用说是赔偿了。因为他们签的是承揽工作约，雇主想要回避责任，假承揽真雇佣。如果证实他们有雇佣关系，无论如何就得赔偿。对了，今天国成有接到一通电话，然后对方好像就是一直在抱怨派报社，结果那个小孩没问清楚啦，对方就把电话挂掉了。会打电话来抱怨，在某种程度上，应该是来寻求协助。我刚在回来的路上就一直在想，我们劳提盟到底能够做些什么，来帮助他们提高他们的劳动条件。他们真的被要求的太多了，比方说，要有固定的集合时间，被指派的工作地点，还有一定的工作方式。这些都不像是承揽工作啊。我也打听了一下，他们在上工前必须要签约。根据我以前做劳检员的经验，关键就在于签了什么约。那你有问那个举牌员吗？有，可是他也不晓得他自己签了什么约。就算请劳检处去劳检，我想派报社为了规避责任，也不会拿真的契约出来的。合约的确是关键，没错。掌握合约，才能够戳破派报社假承揽真雇佣的谎言。看到这位举牌员，他因为生病这么担心工作的事情，我真的好想替他讨个公道。这个时候如果是电影在演的话，那个男主角就会非常帅气的为了拿到合约去派报社当卧底。怎么可能为了这张合约就去派报社应征举牌员啊？这么不可能！只要你真心想要解决问题，就不应该放弃任何一个机会。严太，你要不要到派报社去应征看看？我？不好意思打扰了，请问你是工头吗？师傅关门。关门做嘛嘅啊？公天都请哪来地方没？高毛嘛，都是那个写就唔低啊。俺没调试啊，真年轻排泄，俺哋做唔得清餐你们来讲天，真年轻排泄。唔敢讲，我啷个讲备用的事情，迄件起唔来的嘛。俺咩本记就红包的咩，佢系想用的啊。俺上房啲楼梯忙做事，迄边用露台落请俺掉诶。我去看过备用诶，佢行啲医院可能有8年冇办法做事，佢讲公司冇透佢投保。备用迄临时来做事，要做冇几多日，我看工体按无限咩，俺哪有安尼限功夫了打3年保险啊？我有研究过，只要有雇佣关系，做事嘅天意，雇主就要替劳工投保，係冇將佢違法。備用係啲嘢工體促上嘅，根據勞基法第59條，佢做嘅申請只在賠償，雇主就要付醫療費，還有休養期間冇辦法做這些停止補償，係唔係一隻風暴就做得？真係呢，就係人家仲將我判法條嘅讀書人，
你输的拖到师傅落下无啦？老人讲啦，比用迄做生无认真，才会跌到出怂啦。我应该派，讲系嘛事啊？不用这个牙工体出怂诶，你这边了解一种正好送本记，根据法律规定，不论对错，雇主都要负起责任。唔知亚红做些案究，无可能唔对啊！就算唔知唔对，要行爱赔。唔也迄危险嘅嘛？俺咩危险唔？俺像喺上港头里本唔通。老动很慢人啊！这个类啊，人讲有诶无诶，你老唔讲哦，我老两个先嘛咁唔够打嘅。慢点，係見講我，唔好講借來本係看到，希望係看到一半係打一半啊！係企到咗嘛？借話！哇，唔再講，又只講條，真年輕快，我掂我乜嘅啊！我而家綁到埋。行吗？我都帮人 fight， 用不完水啊！黄医生，你怎么了？眼睛红红的。没事啊，今天风沙比较大，跑进眼睛了。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？你有看今天的新闻吗？今天的空气污染很严重哎。空气中的悬浮微粒已经超标了，出门应该要戴口罩，避免呼吸道感染。而且脏空气接触到眼睛，眼睛会容易红肿、干涩。我这里有眼药水，你要不要滴一下？哎，小姐，你车子没有油，当然发不动啦。没有油？老板，只是单纯没有油啊。是啊，新车通常不会有什么问题。对不起哦，我没有注意到。没关系，等一下我到前面加油站帮你装一瓶92回来。稍等。谢谢老板。没想到你居然会忘了加油哎！你想想看。如果是在车阵当中熄火的话，那怎么办啊？你确定你以后还要骑车吗？恒泰，你关心别人口气可不可以好一点啊？我是因为去了一趟医院，又跑去工地，工地很远，才会这样。我听淑梅姐说过了，是因为那个工地的案子吧？那最后接触的结果还好吗？还好啦。你呢？听说你送一个举牌员去医院，发生什么事啦？其实我想要帮他争取权益。刚和盛也讨论过了，我决定去派报社当举牌员。啊！干嘛那么大声啊？举牌员呢？我没听错啊？为什么啊？因为刚和盛爷他们讨论过各种可能。最后结论就只有当举牌员才能够拿到那张承揽契约。可是举牌员呢？你要在路边举牌，忍受风吹雨打、日晒雨淋，你受得了吗？反正我的目的就只有那张契约。如果看见问题却选择忽视，不立刻处理，那么邓财星的悲剧就会有可能重演。我想要努力看看，或许事情会有改变。你想想看嘛，就像我们身上如果有病痛的话，你也不可能不管，对吧？你干嘛？看看你有没有发烧啊？你刚刚说那笑话好感动。恒凯，你真的变了好啦，反正你车子也没事了，那我就先离开了。我也要下班了，我顺路送你。不用了啦，空气那么不好，我还是搭公车就好了。
好啦，自己小心哦。拜。拜拜。阿姨太，我不会输给你的，工商的案子我会继续坚持下去，我们一起加油。拜拜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我怎么那么蠢啊！忘了加油。三号的反神就可能一家咧，因为第一张因为寻到新的客户，能够大洋一场官司来证明那个清单掉的历史。早点嘛，早点哈，先进哦。来，哎，安怎？你汤不是人发黑嘛？黑无来人来做买啦。唔好按恶啦，上边看到大家做这样辛苦，俺顺路买你来。唔系嘛，嘅来几多摆就穷样无效啦，走啦。噶俺老年妹变到呀，迄个有限做的事，刚俺想落去的。哎，太婆，对不对？用诶，阿曹打电话来吼，讲今日黑烟啊，今日来唔得吧？阿送你几日休生诶啊？你传谢军公去唔去做了？忝咩几张吼？哎呀，都休生诶，hem去爽了强过啦，啊，办转呢啊强路弯，昨天啊强河做，忝咩几好生难做，冇嚟也好啦。哎，唔过太婆，有到干事吼，社会上真叫正常诶。阿曹要请假，唔容易买事了，用假实。迄无像，俺做的听说。唔做你做嘛嘅啊？每年一片欺负嘅人都变賊負嘅啦，走啦！俺迄讲正經嘅啦，唔好看俺迄什麼，其實俺動有理哦。迄講驚俺危險，俺要做的天數接叫辦。哎，他係講真件啊，小兩三年哦，太家死咗邊度嘅？真係小三年照腳辦啊，幾好幾安尼講吼。小人師傅辦啊，人講嘛嘅人心嘛嘅，還唔使死我使麼？做死啦！这个工作不轻松哦，你决定要做吗？也到社會啊，冇因為關係而你卡牌嘅原因啦。就算死睇落處理都冇問題哦。主任等下你拍文字嘅機費，係咪要清理？唔哪有好冇？卡牌卡關門。那還有不堪人嘅照顧，而係負起所有嘅責任賠償，係真係冇辦法啦。我都唔係乜嘢，你阿爺就話冇看到。找心跳我背，你跳啦，根本應愛去，乃為做事，按做 everybody，愛開用笑面我。